江头赛道东台湾。公元前后嘅各地花卉景色，就认真天球开始4天落雨嘅，就天天嚟恢复加到本地嘅用嘅。喺用上会看到山峰江嘅见证花卉，就强怕寒爱等到8月嚟咧。不过一下呢，伫花莲县吉安乡嘅土乡村，一下见证花开花大年。当地嘅农民郑运坤，佢就培育出5种看江嘅平阳见证花，从一下呢都开业，希望做嚟开创出新嘅观光景点。吉安乡土乡发展中心选案农地出现难忘嘅花卉，民众蹲脚来看，韩国来翕相。很漂亮啊！第一次带小朋友来啊。他知道这是什么花吗？不知道哎。看到安闹嘅花看起来像係綠亮，但是又係順無像。一條其實係觀賞用嘅平陽金針花，而家開發嘅係花蓮1號粉假年嘅品種。從91年開始就引進了將近200個這個種源，那開始從事這些雜交育種。那因為都是從荷蘭那邊引進來的，很多的這個品種在台灣根本不會開花，那我們就經過10幾年的一直篩選，那初期就是育出了這個花蓮1號到5號的品種命名。農界場開發出新品種，同佢發揚出來嘅係農民鄭運坤。雖然呢種品種是唔得，但是鄭運坤還係希望嘅同佢種土普通嘅農地，來同大家分享佢嘅成果。我現在種了算是第4年了啦。5個品種，1號的很漂亮，2號的它植株很高大，紅色的，那個3號的更特別。它好像是有雙色的，4號的，它謝了以後，然後會再開第2次，這樣子。5號的叫黃天鵝。因為天氣較無正常，逢年4年是會開花，今年慢2個月將開，韓國花期未穩下呢，幫後到7年，拄好接到扣了9年期間花卉之後，同8年3期金針花卉之間。底下觀光為主嘅花蓮，1年頭天做下就花卉好看。客家新聞張國興，花蓮報道。